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我们为今天早上的崇拜献上感恩。你是信实的上帝，你在人世间掌权，每一件事都在你的安排跟旨意当中。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为着我们今天跟历代的圣徒一起聚会，向你献上感谢，也为我们未来的教会的栋梁跟教会里面的重要同工，在这边有美好的聚会，向你献上感恩。祝福你的教会，每一代都强壮健康。谢谢主，也带领我们能够在这里美好的交通团契聚会，彼此分享，互相带导，让我们在主里面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看见我们是属基督的。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今天早上的崇拜，从头到末了，你的恩都在我们的当中。所有的设备器械也全然为主所使用。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让我们预备心，参加早上的崇拜。感谢主，让我们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听神的话。
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从加勒底人中逃脱，以欢呼的声音传扬说：耶和华救赎了他的仆人雅各。你们要将这事宣扬到地极。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主日的早上，我们可以来到你的殿朝拜你，是何等的感谢！愿你的荣耀彰显，我们得见你就在我们的中间，也愿你顾念我们的软弱，再次用你的宝血洁净我们，赦免我们在你面前所行的诸般不义，也除去我们的骄傲，让我们能够愿意真心悔改，谦卑顺服在神的主权下。今天我们是处在一个使人不安的时代，不公不义到处横行，地震灾情就在我们的周遭发生，气候变迁，世界多处出现洪水灾情，战乱随处可见，全球因此也面临到景气衰退，跟着饥饿、贫穷、灾难，各样的患难都临到我们中间。这一切再次的提醒我们，末世近了，因此我们更要追寻你，依靠你，因为我们在你面前才能得到真正的平静安稳，让我们靠主得胜。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愿意站出来，为福音的工作献上自己。时候到了，愿大家能够激发热心，可以把我们从你得到的再一次的传扬到我们的周遭弟兄姐妹当中。也愿今天你的话语领导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旨意，使我们能够愿过属灵跟成圣的生活，见证主的名。这一切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让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用诗歌颂赞主圣名。主生命，颂赞主生命，颂赞荣耀归主生命，颂赞主生命，颂赞主生命，颂赞荣耀归主生命。主名从无，万民之名，至高至尊至圣。生命，颂赞主生命，颂赞荣耀归主生命，颂赞主生命，颂赞主生命，颂赞荣耀归主生命。他们成为奇妙测试，和平全能之君。生命，颂赞主生命，颂赞荣耀归主生命，颂赞主生命，颂赞主生命，颂赞荣耀归主生命。让我们仍然站立，我们用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真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
受死、埋葬，降下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弟兄姐妹，请坐。接下来起因文，让我们翻开诗篇98篇，我们一起用起因的方式来读这一段经文。起的部分由诗会来读，应的部分由弟兄姐妹来应。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因为他行过奇妙的事，他的右手和圣臂施行救恩。耶和华发明了他的救恩，在列邦人眼前显出公义，纪念他向以色列家所发的慈爱，所凭的信实。地的四极都看见我们上帝的救恩，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欢乐。要发起大声欢呼歌颂，要用琴歌颂耶和华，用琴和诗歌的声音歌颂他，用号和角声，要华面前欢呼。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世界和住在其间的也要发声。愿大水拍手。愿诸山在耶和华面前一同欢呼。我们一起来，因为他要审判遍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公正审判万民。接下来公祷的时间，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这个时候，我们要为神的国度、我们的各个宗派、同胞之地，要向你来祷告，求主纪念。我们先为非洲国家乌干达来祷告，愿基督的信仰能够进入他们的生活文化中，使他们国家百姓能够认识基督的信仰，得到救恩。我们为此献上祷告。我们为台湾卫理公会北一教区城中教会来祷告，为邱太耀牧师来祷告，愿他所侍奉的教会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能够更加得人，传道通功，身心都健康。主啊，我们也要为着这个世界来祷告，求主稳定因战争、极端气候所引起的全球性物价波动，使有限的粮食能源能够有合理的分配，使经济弱势者的生活也能够有保障，不致缺乏。愿人们都能够珍惜资源并善待环境，我们为此祷告。主，我们也求主纪念台湾这块土地。新的总统要在5月23号就职，求主赐给总统治国的智慧，
也愿这位新总统能够做到符合你心意的事情。主啊，我们为这一起来祷告，也让我们用主祷文来结束这一段。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也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今课我们请怀疑弟兄来读《使徒行传》还有《约翰一书》。今天的经课有2处，第一处是在新约使徒行传10章44到48节，在教会圣经142页。教会圣经142页，44节，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第2处经文的话，在新约约翰一书第5章1至6节，在教会圣经267页。教会圣经267页，第1节，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而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我们遵守神的诫命，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这世界，使我们胜了这世界，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就是那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吗？这借着水和血而来，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以上是今天的经课。谢谢怀疑弟兄。今天的信息的经文在约翰福音15章9到17节，在教会圣经的120页。约翰福音15章9到17节，由社会来读这一段经文。第9节，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
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感谢主，愿神的话祝福大家。接下来是献诗，今天献的诗歌的题目是“神是爱”，有诗班还有儿主一起来献的。
有成人的诗班跟我们的儿童诗班一起的献诗。这个希望是我们代代能够这样相传了哈。以后这里有诗班的班员，以后这里有教会的执事，以后这里有教会的牧者，以后这边有很多教会的重要的同工都在这里。我们一起来为这些孩子们祷告，也让他们为他们今天这样的美好的表现来献上感恩。我们一起为他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要为我们儿主的孩子们献上感恩，他们是你将来要使用的器皿。愿你恩待他们，让他们现在所受的装备造就，让他们现在所受的这些的教育，都成为将来教会的祝福跟帮助。愿你恩待他们，让他们无论在读书，他们无论学习成长，任何的阶段，主你都与他们同行，以致他们将来长大之后，主你仍要使用他们来得着未来的世代。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在这里蒙恩，也感谢主，让我们的诗班跟我们的儿童可以一起的结合，成就今天美好的这样的一个崇拜。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谢谢。谢谢儿主还有诗班的献诗。好，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今天牧师要正道的题目是耶稣恩友。我们把时间交给蔡牧师。弟兄姐妹，我们很高兴看到教会里可以常常有这样的场景。其实我很希望我们的孩子们能够常常跟我们一起有大堂的一起的崇拜了啊。当然，他们有他们应该要学习的时间。如果以后可以有多一些的时间，让我们多一些的安排跟孩子们一起的聚会，一起的共同的崇拜，这是美好的事情。所以跟大家问一下，各位知道我们这个教堂里的长条椅的作用是什么？知道吗？为什么要有长条椅？知道吗？为什么要把它弄成像公园一样有条长条椅放在这里？知道吗？因为全家人要在一条椅子上做礼拜。各位知道我们这个长条椅大概可以坐几个人？知道吗？4个，对不对？4个爸爸妈妈跟2个孩子刚刚好。所以其实牧师要算人的时候很好算，为什么？如果教会里面的每一张椅子都是一个家庭的话，牧师大概就知道哦，今天有哪一个人缺席，谁在，谁不在。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聚会的一个方式。一条椅子就是一场礼拜的这个家庭都在这个地方，所以期待我们我们今年特别强调说，我们希望看重家庭的礼拜。那当然，也许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说同一个时间能够常常真的全家一起做礼拜。但是如果我们可以有家庭的礼拜，在家里面可以一起有家庭的聚会，让我们的崇拜能够有美好的传承，这是好的。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做礼拜当中来领受上帝的恩典。好，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让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我们请念经。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最近我看到有一张图，虽然上面英文不一定每个人都会读了但是它蛮有意思的。好，那如果翻译过来的话，你会发现很有趣你会发现很好的东西。好，第一个他说什么 ？Money will be gone， 意思是什么？钱有一天会流走，对不对？然后 House will get old， 有一天房子会老旧了。好 ，Cars will break down， 有一天车子也会坏掉，对不对？还有什么 ？Beautiful face will fade away， 有一天再美好的
面容都会失去，然后只有什么 ？But the word of God is always there。好，但是上帝的话永远都在那里。所以上帝帮助我们，有一天所有东西都会不见，有一天所有的事情都会消失，你的房子会老旧，你的青春会失去，有一天你的所有的钱财也会不见。然而上帝的话永远不改变。上帝帮助我们，有时候我们常常想要去追求那个永恒不变的，但是又觉得好像永恒不变很无趣。但是事实上你会发现，东西怎么样的心都会，还是有一天会老去。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唯有上帝的话永远不会改变。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天常常在他的话语里面能够得着喂养跟帮助。好，所以有人这样说，你要常常有属灵的锻炼啊，因为最近我想各位很多人都强调这个强身跟健身所以特别有很多年轻人都喜欢去跑健身房，然后去找1对1的教练，然后去做体能训练做一些的训练，希望能够锻炼身体的肌肉，能够健康。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想过说，你需要锻炼你的属灵的健康吗？你的属灵健康有没有教练在教导你？你的属灵健康有没有教练在教你怎么样让你的灵命能够更好，让你的生命能够更健壮？所以每一天锻炼属灵的肌肉是需要的。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常常吸收了很多的上帝的话，但是我们却没有办法去把它实行出来，所以表示我们的属灵上面我们有很严重的重症肌无力。听得懂意思吗？什么叫重症肌无力？知道吗？你没有肌肉，你没有力气可以能够去抵抗跟抵挡这些的叫做这个重量，或者是能够有力量去抵抗这个免疫力可以有很好的免疫力，可以去抵抗外来的这些的这些的攻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每一天我们都需要锻炼属灵的肌肉。除了我们要吃属灵的营养品，每天要有灵修的习惯以外，让我们也学习每一天，让耶稣带领我们能够操练属灵的肌肉，让我们的属灵的肌肉能够强壮健康。求上帝来带领我们，让我们每一天都活在上帝的爱跟恩典当中，也活在操练自己跟操练我们的生命的这样的状态里。愿上帝来祝福我们。好，所以今天的这个题目很清楚，叫耶稣恩友，应该大家知道这一首歌的名字好，所以这一首歌我把它特别我们的天一兄有一次在介绍这个 PPT 的时候，我把其中的那一块把它挖起来好，那恩友歌或是耶稣恩友这一首歌，它的原来的作者是谁？就是这个约瑟史克文这个人。好，他说他是在1855年的时候在加拿大写信给在家乡的妈妈，这个妈妈还住在自己的这个老家，在爱尔兰的地方。好，他写信给这个妈妈，然后告诉妈妈说，他虽然这个远在他乡，虽然远在这个远远的这个加拿大，但是他的身体各方面还是很好的，精神各方面还是很好的这个台语有一首歌了这个虽然是远离故乡说他还是非常勇敢，他说我是很勇敢。好，但是他写了这首歌来安慰他的妈妈。但是各位知道，其实这个史克文他在写这一首歌的时候，是他正在患很严重忧郁症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说在属灵的这些的前辈们，他们都是很健康的，其实不见得。有时候他们只是不想告诉人，但是当他不想告诉人，心里又郁闷的时候，他只能够找谁？这个时候他只能够把自己交托在上帝的手中。他虽然远在他乡，但是他知道唯一的朋友就是耶稣。也许没有人能够了解他，真正当他的朋友，但是他还有一位人看不见的朋友，就是耶稣。所以上帝帮助我们，即使我们在没有人安慰的时候，也许孤单的时候，觉得寂寞的时候，觉得生活上有困难的时候，仍然不要忘记有一位朋友，他没有远离我们，没有撇下，没有丢弃，在最苦的时候
他是仍然与我们同行的。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好，所以就这样，牧师要考大家一个事情是：各位知道在圣经里面有谁被称为上帝的朋友吗？谁？亚伯拉罕。OK， 还有吗？没有了，对不对？好，给大家看一下旧约中被称为上帝的朋友的是谁？哈，好，就是亚伯拉罕。哈，好，所以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对不起，从旧约到新约有3段经文特别强调亚伯拉罕是上帝的朋友。各位如果回去的话，可以稍微查一下历代志下20章7节。以赛亚书41章8节，雅各书2章23节都提到亚伯拉罕是上帝的朋友。好，所以其实上帝很早就有朋友了。好，但是要先跟大家澄清一件事情是，我们现在讲上帝的朋友是很亲密的，对不对？我们如果在开车的时候，你会看到人家车子上面写“上帝与我们同在”啊，“上帝与我同在”，好像感觉上都很亲切、很好、很可爱，对不对？可是各位知道，如果是你拿到2000年前或甚至3000年前，这个话是不通的。听得懂意思吗？为什么叫做不通的？因为古代的人不认为上帝可以与人同在。听得懂意思吗？古代的人跟上帝是有距离的。各位知道，在苏美文化里面，人是上帝造出来用来做奴隶的。所以人并不是朋友，人是奴隶，所以人应该要一生服侍上帝。这个是当时的苏美人的概念，包括犹太人，他们也不太称为上帝的朋友，称自己，因为除了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他们认为有这个资格以外，很少有人会认为自己应该是上帝的朋友。好，就连摩西他称自己可以面对面见上帝，但是事实上好像没有很明显的话去说摩西是上帝的朋友，只有亚伯拉罕被称为是上帝的朋友。好，就因着这个缘故，所以人跟上帝好像那个关系是一个相当疏远的，并不是一个亲密的。人只有需要的时候，人觉得有需要的时候，才能够跟上帝求，或是跟上帝要，或者是用很卑微的这样的一个呼喊来跟上帝来说话。所以过去古代朋友关系不可能发生在人跟上帝之间，所以我们会看到，在过去古代人对上帝有敬畏，但是却很少有那样的亲密的关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现在称上帝是朋友，其实对古代人是大不敬的，但是对现代来说，因着耶稣基督，这个事情就成就在我们的当中。好，所以各位如果看圣经里面约翰福音15章的地方，在15章的前面的地方，各位应该看过这个故事。耶稣讲说什么？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好，这个葡萄树的故事，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而且常常听到我们跟上帝的这样的关系，是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所以因着葡萄树跟枝子是相连紧密的，所以枝子能够结出果子来，是因着有葡萄树的养分一直供应在它的里面，以至于它能够结出这样的果子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也是如此。如果不是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供应我们是无法结出那样的果子来荣耀上帝的。好，所以事工的不是我们的身份跟表现，我们的身份是在基督的里面。我们能够做任何的服事，能够做任何的事情，都是神在我们的里面来显出他的荣耀。所以并不是我们用这个来夸耀说啊，你看我多会服事，我多会很厉害，我多会做哪些事情，好像我是在这个上帝的面前是很好的，是上帝喜欢的，并不是这样。人没有办法来达到上帝的要求，只有耶稣基督的生命能够让人显出上帝所喜悦的样式。所以不是我们能够靠自己的意义来到上帝的面前。包括我们能够做礼拜，包括我们能够祷告，我们都是因着耶稣基督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第10节的地方，经文第10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10节，一起念来。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提醒他的门徒：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耶稣遵守上帝的命令、父的命令，以至于他在父的爱里，他也在父的里面。所以同样的，耶稣也是这样说，他说：我们遵守他的命令，我们就常在他的爱里，就像他遵守了父的命令，常在父的爱里面一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遵守命令的才是真正爱上帝的。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是没有遵守上帝的命令，但是我们却常常说我们是爱上帝的。最近有一个新闻，我没有政治立场，先跟大家先讲一下，我没有政治立场，但是各位知道这个新闻，应该这几天大家有看过。各位知道有一个唱路边一棵榕树下的那一位，知道吗？那个于先生，他们家发生了一个事情是，他的女婿后来被抓到做什么？就是当那个诈骗集团的头。好，所以这个事情造成让他的家庭相当的困扰。为什么？因为这个于先生他认为他的家庭不应该是这样的人在他的家庭当中。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以想象，如果没有遵守上帝的话，没有遵守上帝的命令，然而我们却说我们是上帝家里的人，那种感觉是不是像这样怪怪的？如果我们常常说我是基督徒，可是我们所行的不是像一个基督徒的样式，那么人看见我们就会说什么？这也是信上帝的人。你看这些信耶稣变了呢？很多人会把这些责怪会变成是什么？你的信仰让你变成这个样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遵守上帝的命令，是我们在信仰上一个相当重要的事情。我们有没有真实的遵守？好，我们来看一下13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念一下13节，一起念来。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不但是讲，而且耶稣也亲自做这样的示范。他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说耶稣恩友，可是我们有感受到耶稣为我们死的那样的真实。如果耶稣没有为我们死，我们到现在都还陷入在罪的里面。所以人为朋友舍命，耶稣为我们舍命，以至于他做一个美好的示范，让我们看到我们应当怎么样来跟朋友互相的对待，包括对上帝跟对人都是一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我们有没有看到耶稣基督为我们来舍命？罗马书里面提到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不是因为我们做了多好的好事，而是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就为我们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朋友不见得要做多好的事情对我们，我们才对他好。真的好朋友也许不一定要有很大的这个金钱的交易来往或者是要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活动 party 才可以当做朋友。真正的朋友是当你在困难最危难的时候，能够有人能够出手来帮助，这个才是真正的朋友。很多时候到大难来时的时候，各自都飞走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所以上帝的儿子成为人，为的是要让人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子。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来要让我们成为上帝的孩子，因为我们原本不配称为上帝的孩子，然而透过耶稣基督，他称我们是他的朋友，天父也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孩子。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上帝的恩典极其大，我们这不配的罪人却仍然能够蒙受上帝的恩典。
好，所以14节我们来念一下14节，一起念来。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好，所以到底耶稣吩咐的是什么？除了耶稣告诉他们说，告诉门徒说，你们要要爱主，就像你要爱上帝啊，要这个在他的爱里面。那么到底哪一些是耶稣要吩咐的，让这些的门徒可以去遵守的？信仰在人跟上帝的关系，但是实践是在人跟人的关系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爱上帝，可是我们怎么样去实践在生活当中？只有透过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才能够来凸显这个我们的信仰，能够显明我们的信仰。好，所以15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15节我们一起念来。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有时候上帝会把他要做的事情，会事先告诉我们。我们常常说灵里面有这样的感动，我们常常听很多人说我灵里面有一个感动，我想要去做一个什么，好像有圣灵的感动，或是圣灵的一个催逼，希望我能够去做些什么。所以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耶稣说不再称我们是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要做的是什么。所以他说他称我们是朋友，因为他要把从父所听见的都告诉这些他的学生们，告诉他的门徒。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有时候你心里会有感动，会想说好像上帝在催逼我，想要我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或是让我去为哪一个人做些什么，或是感动我为什么样的事情奉献，或是感动我为哪一个人祷告，或者是为哪一个很久没有来的弟兄姐妹，希望能够去探访他。这些都是神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可以受这样的感动，知道上帝要做的功是什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有这样的感动的时候，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让这个感动持续，而且能够实作跟实践出来。各位，刚刚我们提到亚伯拉罕是上帝的朋友，各位知道在圣经里面创世纪里面，亚伯拉罕曾经做一件事情，然后跟上帝讨价还价。还记得什么样的事情吗？好，亚伯拉罕在家里面接待3个天使，到他家里面的时候，后来有2个要去执行毁灭工作了，然后剩下1个跟这个亚伯拉罕在走路的时候，当然亚伯拉罕应该心里知道他跟谁在讲话了。好，所以各位知道，其实经文里面那里提到什么？他说：“我所做的事情，岂可隐瞒亚伯拉罕？”听得懂意思吗？上帝他要做的事情，他说：“我岂可隐瞒亚伯拉罕？”所以上帝要把他做的事情来告诉亚伯拉罕，以至于亚伯拉罕有机会跟上帝讨价还价，说：“请问一下，50个可以吗？”那50个不行的时候，再减一下，可不可以45个？45个不行的时候，可不可以再少10个？30个可以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上帝跟我们在讨价还价的时候，其实他是真的把我们当成朋友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代祷的力量有多大吗？当你能够为别人祷告的时候，其实那样的力量是相当大的。我们能够为别人祷告，这是上帝给我们讨价还价的机会。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为别人代祷的时候，记得我们是可以为别人祷告，为别人祝福，为别人能够祈求那个灾害能够离开的。我们有这样的权柄，我们有这样的权柄。好，所以圣灵会把我们所需要知道的一切教导我们，他所教导的都是真理，并没有谎言。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灵会把我们应该知道的告诉我们。所以，当你心里有感动的时候，当然你要寻求圣经的查验，千万不要自己去说啊，牧师我有圣灵的感动，我要去做什么，然后就自己做什么。你需要有圣经的查验，有圣灵的感动，有圣经的查验。最后，你要寻求的是环境是否是按照你所想象中的那样去往那个方向走。所以千万不是自己认为是就是，常常要提醒自己，让自己浸泡在上帝的话语里面，被上帝的话来提醒。好，所以16节我们来看一下16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16节，一起念来。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告诉门徒说：“你们要彼此相爱，要彼此相爱，能遵守上帝的话，彼此相爱。而且上帝要透过这些，把他要告诉这个耶稣要透过这些要告诉门徒他们所应当知道的。愿上帝帮助我们，透过门徒之间的彼此相爱，透过门徒爱上帝，我们会看到上帝跟人的关系是这样的一个密切跟紧密的连结。所以圣经里面常常提醒我们说，有2、3个人奉主的名聚会，耶稣说我就在他们的当中。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渴望这样的一个情况，你渴望耶稣在我们的当中，如果你渴望祷告会，耶稣在我们的当中，小组聚会，耶稣在我们的当中，那么就让我们能够按照上帝的话去行，遵守跟遵行上帝的话。信徒都是以爱的心弦紧紧连结在一起的，没有爱，这个团体是多余的，是一个只是一个俱乐部，并没有真实的爱在这当中。所以约翰一书里面提到，我们爱，因为上帝先爱我们，不是我们能够先爱上帝，是上帝先爱我们，以至于我们能够去爱我们身边的人。所以17节，我们来看一下17节哈。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一起念来。我这样吩咐你们，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所以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讲这么多，最重要的重点就是彼此相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的命令只有一条重要的事，就是彼此相爱。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爱上帝，我们说爱上帝，怎么样去看待爱上帝？因着我们彼此相爱。愿上帝祝福我们。圣经里面保罗说，凡事不要亏欠人，但是唯有爱心要常以为亏欠。所谓常以为亏欠的意思就是，我觉得我还做得不够，我还做得不够好，我应该可以做得更好。不是去要求别人，是要求自己。好像我们那个爱是，好像我亏欠了别人，我做得不够好，如果可以再更好一点的话。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不是要求别人爱我们，而是彼此跟互相，让教会的彼此跟互相成为一个常态。所以基督也是这样的爱我们，让我们也能够领受这爱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这里提到说，甘心称我们为弟兄，而且不以为耻。上帝称我们是他的朋友，他没有以为羞耻，他并没有以这样当作好像跟人在一起是羞耻的。虽然我们不一定达得到上帝的标准，但是上帝仍然是这样爱我们。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看到不是我们配得，是因为上帝的爱先爱我们。好，所以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几个提醒。第一个，耶稣的朋友是软弱的，但是也是有力量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觉得好像信耶稣的人一定要多刚强，没有，唯有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的满足。所以成熟的基督徒知道自己是软弱的，我们都需要上帝的恩典，不是我们比谁厉害，我们都是在上帝恩典中的人。所以基督徒并不是代表我们比谁好或是比谁强，并没有。基督徒是恩典的记号，所以称为基督徒，我们是恩典的记号，是恩典中的人，我们是在基督里恩典中的人。所以不是我们比谁强比谁好，是在基督里是恩典的。所以第二个，耶稣的朋友是活出耶稣，也结出果子来。我们里面让人看见有耶稣的果，有耶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也使人看见我们能够结出好果子来荣耀上帝。所以当我们宣告我是基督徒的时候，请记得是耶稣的生命
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耶稣提醒我们，告诉我们说要结出果子来。所以约翰也这样提醒说，凡这个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上帝会对付我们的一些老我，或是对付我们的一些的不好的地方，都是出于他的恩典。都是出于他的恩典。所以箴言里面常常提到一个事情，就是朋友所加的伤是出于真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为我们的缘故，他有时候会出手修理跟管教我们，都是出于他的真实，不是因为他要害我们，而是他爱我们。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神的爱里面来领受他真实的爱。好，所以最重要的不是礼拜天来活出基督徒的样式，而是每一天有基督的生命。上帝帮助我们真正的实战，不在教堂里，而是在生活的当中。第三个，耶稣的朋友爱上帝，也彼此相爱。所以我们称为上帝的朋友，不单我们要爱上帝，也要能够彼此的相爱。好，所以约翰福音13章里面提到，我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彼此在爱里，人就看见我们是信耶稣的人。神拣选是因着爱，且愿意使用不完全的我们，让我们在每个地方来成为当地的祝福。所以，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众人的祝福。无论在哪里，祝福就随着我们。好，也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无论在任何的环境跟时刻，都知道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是他的朋友，也活出他的生命。愿上帝来祝福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透过我们彼此相爱，主你将你的爱也浇灌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是没有缺憾的，没有缺陷的，或是没有问题的。然而，让我们在彼此包容当中，这一切的问题、这一切的缺陷、这一切的伤害，全部都要除去跟医治，帮助我们，让你的教会重新回到健康，让你的教会重新回到健全，让你的教会重新能够有成长的机会。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在你里面蒙恩，让我们爱上帝，并且彼此相爱。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牧师的分享，让我们能够不仅是耶稣基督的朋友，也能够在爱的里面彼此建立，成为合一。好，接下来是圣餐礼，让我们一起来唱新灵粮诗选300首的第1段，与主合一。主身体为我舍，主宝血为我流，并被乃主自己为我舍离，主亲手过这里，主亲自你可怜，我是何等卑微，与主合一。弟兄姐妹，我们预备心来参加今天的圣餐礼拜。这几天我看到有一个新闻，也是让我觉得很扎心，因为我们常常讲我们爱台湾，或是我们爱这块土地，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爱它？是我们因着规定、因着律法的要求、因着法律的要求，还是我们真的是出于爱？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其实法律是最低的道德标准啊。最近我看到有一个新闻是，有一个
这个生态园区，我不确定是不是高雄的，但是它的新闻是这样，就是生态园区里面禁止11岁以下的孩子进到这个生态园区里面，为的是什么？因为11岁以下的孩子他们认为不受控，所以这些的孩子他们进去里面破坏，然后最让人痛心的事情是家长从来不管，然后从来不管的当中，他们还会责备园方的人说，他们不过就是个孩子，他们不过就是个孩子。当然我不晓得大家看到新闻，也许各自会有自己的解读，但是我们可以思想一个事情，就是如果我们认为我们的孩子还很小，那我们就不教他，或者是我们认为我们的孩子他们好像还听不懂，所以我就不教他。那么将来我们养的是一群思想的巨人，但是是行动的侏儒。我所谓的思想的巨人跟行动的侏儒，就是我们可能对很多的知识是懂得的，我们很会用现代的科技。我相信很多的孩子现在很会用科技，因为连过去隔壁的早餐店吃的时候，他现在都要扫 QR code 了。然后我有时候很不习惯，我会跟店员讲说，如果今天万一我没有带手机，我是不是不能吃饭了呢？可是现在的孩子很会用这些东西啊。但是呢，我们的道德标准，我们的品格有更加的好吗？似乎没有。我发现去卖场的时候，有很多人喜欢站在门口。我发现在走人行道的时候，有很多人喜欢走在路中间。你叫他靠右边，他也不要；靠左边，他也不要。就是他就挡在那个地方，然后按照他的速度跟步伐，然后你就只能等他然后晚上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人是开远光灯的，一直照着你的眼睛，并不是这个世界很黑暗，而是它的灯太亮了。我们常常看到很多人站在电梯口，但是他不晓得后面还有人。但是如果我们去太多的责备的时候，又会被人家说管太多，或者是会认为说你看人家年纪还小，或者是什么样。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些人做这些事情已经不是小孩子，而是大人。如果我们在属灵上也是这样呢，请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好好来思想，我们的信仰让我们主动觉得做这些事情是羞耻，还是我是被动的？人家叫我，或是人家骂我，我才做这个事情，或者是人家骂我的时候，人家提醒我的时候，我还觉得别人多嘴了。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常常有这样的一个羞耻在里面。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不是需要别人提醒我们责备自己，而是要常常觉得，我做这些事情，我有没有伤害到别人的利益？我有没有去让别人感受不好？或者是我是出于什么样的心态去做这些的？很多生活的小细节，恐怕已经不再是这个社会教育，或者是学校的教育，或甚至是教堂的教育、教会的教育能够去教的。有些东西是家庭的教育，而这些家庭的教育，最重要的是在这个家长，我们自己成为成年人，我们有没有被上帝来教育？有没有被上帝的话来管教？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有这样的反省。信仰如果没有反省，这个信仰是死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接受信仰的反省，以至于我们的灵性是活的。如果有一天我们不会再反省自己的时候，表示我们这个信仰就是死了。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教会里面不断的有反省，因为这个反省才让我们有活的感受。所以卫斯理曾经讲过说，当你在信仰上有挣扎的时候，表示你是活着的。求主帮助我们，如果你信仰跟你的生活有挣扎，表示你是活着的。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常常活在上帝的面前，不是死的，我们是活着的，有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请我们预备心来参加今天的圣餐礼拜。好，请听圣经的话，
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你们若真实悔罪，与人亲爱和睦，立志自心，从今以后遵主的命令，行主的道，就当存信心，前来到全能上帝的台前，谦虚忏悔，领这圣餐，得受恩惠。我们一同来读认罪文。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主耶稣基督的父，创造万物、审判万人的主，现在我们承认及悔恨我们的种种罪恶。我们素来在思想上、言语上、行为上都有过恶，得罪主，干犯主的盛怒。现在我们诚意忏悔，痛恨我们自己的行为，俯心自问，十分忧伤。求慈悲的父怜悯我们，为主耶稣基督赦免我们从前的罪，又赐恩典，叫我们从今以后改过自新，尊主的圣意，永远服侍主，将尊贵荣耀归于主的圣名。这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请听解罪文。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们的天父，主曾发大慈悲，应许将赦罪的恩赐给诚心悔罪、真实信靠主的人。现在求主怜悯我们，赦免我们，救我们脱离一切罪恶，激发我们，坚固我们，使我们勇于为善，能得永远的生命。这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请听圣经上对谦卑懊悔的人所说的话：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我们来读心中仰望文。你们心里当仰望主。我们当感谢我主上主。无论何时何地，感谢主圣父，无所不能、无始无终的上帝。这是理所当然的，也是我们本分所当做的。圣哉，圣哉，圣哉！天地万军的主，主的威严充满天地，愿荣耀归于至上的主。阿们。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们的天父，为要救赎我们，曾发大慈悲，使独生圣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基督在十字架上献上己身，为世人做完全的祭物，替世界人民赎清罪孽。他又设立圣餐之礼，在福音书中吩咐我们常常奉行，纪念他的受死，直到他再降临的时候。现在我们恭敬祈求慈悲的天父，应允我们的祷告，赐恩给我们，使我们遵着圣子救主耶稣基督的命令，纪念他受死遇害，领受主所赐的这饼和杯，就是领受他的圣体与宝血。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要喝，这杯是我立新约的血，为你们和众人免罪流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一起来同诵谦恭敬主文。慈悲的主，我们到主的圣桌前，不敢靠自己的义，唯靠主的大恩典。唯主永无更改，常施怜悯，叫我们能领受上帝爱子耶稣基督的圣体与宝血，使我们犯罪的身体和灵魂都可被他的宝血洗清，而获得丰富的生命。我们就常住在基督里面，
基督也常住在我们里面。阿们。请陪参的同工到台前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已经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就让我们等一下预备心到台前来领受饼杯。如果你还没有受洗加入教会，那一样，你信耶稣，耶稣也知道你的心，你可以把你的右手放在你的心上，让我们在心里来领受这个饼杯。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又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耶稣的身体为你舍的，保守你生命平安。耶稣的身体为你舍的，保守你生命的平安。耶稣的身体为你舍的，保守你生命的平安。耶稣的身体为你舍的，保守生命的平安。耶稣的宝血最流的，保守你生命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你免罪流的，保守你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你免罪流的，保守你十分的平安。这2个角色。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预备好，就请到台前来预备来领受饼杯。这个饼杯代表基督的身体与宝血，让我们一同来领受基督的身体与宝血。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让我们拿了饼沾杯之后，我们就回到座位上，让我们能够安静心来到主的面前，来领受上帝的恩典，也让我们能够成为蒙恩的人，以至于我们能够领受恩典之后，能够成为施恩的人。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让
让我们直接领受之后，直接拿了之后，我们就可以直接来领受。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4楼的弟兄姐妹也可以到3楼来，我们一起来领受。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如果我们还没有受洗，还没有加入教会，然后我们愿意信耶稣，耶稣知道我们的心，所以我们就把我们的手放在心上，让圣灵工作在我们的心里，领受耶稣基督的圣体与宝血。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个饼杯代表的是在基督里我们是一体的，我们是同一个身体，我们是同一个团体，我们是同一个属上帝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肢体。愿上帝来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透过领受饼杯，就是领受圣体与宝血，领受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心里面，让他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让他的一切的所有的都成为我们的所有。让我们为我们自己祷告，特别在新的月份，让我们也能够进入到上帝为我们预备的美好跟丰盛的当中。让我们一起来同颂奉献求恩文，赞美和感谢主。借着主耶稣基督的舍身流血，我们得蒙赦罪与诸般的恩赐。现在将我们自己献给主，做合宜清洁的活祭，恳求主使我们得蒙主的大恩鸿福。我们罪恶深重，原不配来献祭于主。但我们求主接受我们区区的至诚，因为主耶稣基督饶恕我们的过犯，所以唯有求主欢喜悦纳，不要计算我们的行为。但愿尊贵荣耀归于无所不能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主，永世无尽。阿们。我们今天到这边。好，接下来是回应礼，让我们一起起立来唱新灵粮四选300首的第2段，与主合一。我们一起起。弟兄姐妹，请坐。接下来是奉献礼，请诗献的同工们到台前来。好，让我们一起来做个奉献的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你赐给我们丰富，让我们一无所缺。主啊，这个时候，我们也愿意从你赐给我们的当中奉献一部分金钱，用在主你的圣工当中。主啊，求你来祝福。我们就把这样子的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让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向主献成歌》。蔡接礼，我们先介绍一位新朋友，吴东阳，吴先生弟兄，欢迎，请坐。是德宏弟兄介绍的好，让我们一起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当我们唱第二遍的时候，我们彼此拱手问安。会做接下来是有一些教会的事工的报告。
那今天的那个晨组结束之后，在12点半，我们是在5楼哈，在5楼会召开教会的扩大的同工会，这个同工会呢要邀请执事、小组长、晨组老师、儿组老师以及相关的同工一起来参与。我们会在这个会议当中讨论一下教会的目标方向各个施工执行还有改善的方式那希望等一下各个同工们都能够可以参与在5楼另外就是1点半的时候会召开5月份的执事会议了所以执事们要准时参与。那第二件事，教会5月份开始要做减少用纸的这样子的一个宣导，所以7月份的时候呢，会减少周报1/3的印量那办公室也会在各群组发电子周报以及通知是要为了减少纸张的使用。那也希望弟兄没有参加小组的呢，可以透过向办公室来登记电子周报的这个需求好。然后南部郊区要在5月11号上午的8点半到12点半举办启发课程的培训启发课程培训是在高雄的卫理堂我们郊区是邀请了台北的真理堂的启发课程的培训小组前来教导它是免费的但是要报名的。如果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意愿的，可以向办公室来登记。也希望各个小组，特别是小组长们都能够参与。教会在母亲节的时候要举办的是一个庆祝活动母亲节的庆祝活动是要请弟兄姐妹上台见证自己对母亲的感恩见证分享时间呢15分钟。那这好像是应该是名额差不多都满了好，那卫理神学院在6月1号上午10点会透过郊区举办老师我在这个是神学学生的讲座地点它是在高雄卫理堂希望大家可以参与。那6月22号是要举办的是59周年庆的爱心福音园游会也希望弟兄姐妹能够投入了邀请其他的亲朋好友一起参与。好，那我们简单的今天的报告到这里，牧师还有没有？弟兄姐妹，牧师这边做一点再补充一下我们因为现在这个环境的关系了所以我们希望也能够为我们的环境尽点心力所以刚刚周报里面特别提到我们要开始少纸化，那但是不用担心，周报还是会印，那但是我们的印量没有那么多那请大家珍惜我们的周报的这个影印的份数。那当然，如果你想要有比如说1年度的周报的核定本，目前教会有去年度的这个周报的核定本，数量不多，大概只有2-3本左右所以如果弟兄姐妹如果当中有需要去年的纸本的核定本，也可以跟我们的这个办公室来索取。好，那我们也期待弟兄姐妹，我们珍惜我们所带回去的每一张周报。早上台语堂的一个弟兄就说，他都带回家为这里面的周报每一个名字来祷告
所以我们期待大家能够运用跟善用这个周报的使用。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昨天如果各位有看群组的话，牧师有放上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荣光福音拉面馆已经开了，在我们的5楼的地方。所以如果你真的中午要邀朋友，或者是没地方可以吃饭，想要找地方吃饭，你可以小组也一起，或者是你个人也可以哈。那这个我们的使用是全部是免费的，但是你可以自由奉献。但是请注意把我们的环境整理好就好了。那期待大家不是就是好像觉得来这边就一定会饿肚子当然我们没有办法提供大餐，但是希望可以大家珍惜使用然后让这些使用这些的金钱可以能够有好的循环，能够让我们弟兄姐妹得帮助，然后也让使用的人也能够蒙祝福，这是我们的一个期待。那等一下我们的12点半的扩大同工会，除了我们的执事同工跟我们的儿主跟成主的老师或者是各单位的主席或是代表以外，如果弟兄姐妹你有兴趣想要听或是参与教会里面的一些的事工也可以欢迎你来参加但是我们就是以采列席的方式就是邀请你列席，然后能够来了解教会里面的一些行政运作那所以请弟兄姐妹我们就预备时间如果你留下来的话，我们也是有一些简单的餐点让大家可以简单使用就可以所以请弟兄姐妹如果你有意愿要留下来听取这个教会里面的事工，或是对教会有一些特别的一个建议的话也可以欢迎能够留下来参与。以上，谢谢。另外等一下音乐详细的成组的课程就在这里3楼这里希望大家不要再走下去了。好，我们一起起立来唱3-1颂。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本。请牧师祝福。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将你的儿子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称为你的儿子。愿你恩待我们，让我们成为蒙福的人，也使人因我们蒙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门颂。请坐。进订约。在订约中，请为今天的肢体消息还有教会的事工来代祷。有病痛或者是忧伤的弟兄姐妹，欢迎来电，牧师可以为你们祷告。